新北市邦桥一间拉面店，甲外送平台合作，拉面店的头家坚持，因的餐点都要烧好好送到顾客手。但是有一个外送员并无准备保温袋啊，所以拉面店就无爱互伊送。外送员气噗噗，讲店家应该注明保温的需求，安尼伊就唔免加走一抓。双方因为安尼起冲突。 需要保温袋，你没有保温袋，我不让你送，不行吗？我先看一下。我为什么要让你看我的餐？这个外送员就是要看这个餐点是什么物件，因为这位面店的业者强调讲，伊做的餐点需要保温，才会当互人客食到小小的美心。在路上保温袋真的遗失或者出车祸什么的，我们一定会先看一下，如果你有这个注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接？ 因为外送员无准备保温的物件，双方煞起冲突。这代志发生伫昨尾暗5点外，邦桥一间面店，头家讲到当时的情形。昨天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请问一下，你有保温袋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如果没有保温袋，我没办法让你送哦。”然后就是一开始在问我说：“你是什么餐点？是有多高级需要用到保温袋？”头家讲伊真无奈，尤其这款情形唔是头一摆拄到。比较可恶的是什么都没有。 然后我就说我没办法让你送，然后我就说哈没办法，那我把我的外送袋借给他。我说那你要还我，结果后来就没还。外送平台回应讲，建议外送人员在配送的过程中用保温袋啊，避免食物入泡腐烂。本来就要带的、因为毕竟那是客人的东西，你总不可能乱丢吧？保持食物干净吧，然后就是干净、清洁、卫生这样。 无论是餐饮业者，还是讲外送人员，拢希望讲这个餐点会当完整送到人客手内。就讲小小物件冷去了后，会影响到消费者继续过交管的意愿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